提到豐盛兩個字，好容易聯想到同想擁有更多嘅財富物質有關。但係咁樣就代表豐盛？凡係外在嘅擁有就唔會係無限，亦唔會係永恆。所以外在嘅追求代表我哋要用力爭取同埋守護。只要有任何控制範圍以外嘅因素發生，一切可觸碰同埋量化嘅東西都會被輕易奪去。咁究竟想擁有更多嘅人係追求緊豐盛，定係俾匱乏同埋恐懼追趕呢？豐盛亦係坊間好熱門嘅題材，有各式各樣創造同埋顯化嘅教學。如果我哋每日同自己講不同嘅肯定句，聽唔同嘅冥想音樂，就能夠變得豐盛，相信地球已經變成人間嘅天堂啦。其實乜嘢係豐盛？豐盛既係捉摸唔到，亦都唔能夠被量化㗎，因為豐盛係一個狀態，而豐盛嘅英文 abundance 就係呢一個狀態最好嘅描述啦。abundance 一個麵包就開心到跳起啦！原來豐盛同一個人擁有多少係無關嘅，而係當擁有嘅時候你所處於嘅狀態。豐盛係一個當下嘅喜悅狀態，不被上一秒影響，不為下一秒費神。所以活喺豐盛嘅人唔會批判自己唔夠努力，亦唔會害怕失去。相反，擁有好多財富但係成日擔驚受怕嘅人唔係豐盛，而係恐懼。豐盛係一個剛剛好嘅滿足狀態，唔會過多，亦唔會過少。而每個人嘅剛剛好都唔同嘅，所以活喺豐盛嘅人唔需要競爭同埋比較。相反，成日炫耀財富，但係又唔滿足又會妒忌嘅人呢，唔係豐盛，而係匱乏。活喺豐盛嘅人，因為內心充滿喜悅同埋滿足嘅狀態，所以能夠不費力氣，自自然然咁樣顯化出生活正面同埋美好嘅事物。As within, so without， 背後根本冇乜嘢秘密。豐盛係唔需要創造或者顯化嘅，豐盛係每個靈魂最根本純粹嘅狀態，就好似太陽東升西落，海洋潮漲潮退，係自然存在同埋自然發生嘅事。感受唔到豐盛，唔係因為你嘅水晶陣擺得唔啱啊，或者調唔啱嘅頻，而係因為烏雲遮蓋咗太陽嘅光，而烏雲就係你追求豐盛背後嘅匱乏同埋恐懼。豐盛嘅盛有承載嘅意思，如果豐盛嘅盒子承載住好多關於我不配、我好驚失去、我係冇價值嘅信念同埋情緒，你原先就係豐盛嘅本質設定，就會慢慢被呢啲負面能量蓋過。想回歸你豐盛嘅本質，你會選擇繼續用正面句子洗腦，定係清理過去累積嘅障礙開始？It's time to make a choice.